哎，来喽，主厨好时刻啊！阿龙哥，莲藕，但去唔会煮的料理，用蛮高。当时有吃豆啊，当去冇吃人呢。你以下南浦冻豆啊？南部哦，哎，南浦，每个国父纪念馆头炸哦。改冇乜嘅啊，改按豆已经炸。哦，哎，冇啦，佢做唔得炸啊。哦，今边要做啊？今边要做饼啊，饭烧莲藕饼。煎的哦。哎，热光饼。咩咩啊？佢今边要做，佢用脆核啊，哎用煎，好，你今边准备了。先只用当煎哦。哎，你用看了。国父纪念馆摸安排啦，摸，你啊，你煮好诶，你莲藕啊，佢季节系差唔多系7月啊6月到10月，6月到9月啦，6月到9月。莲藕是要煮过，你要怎样煮半点钟？哦，也系生诶，你生诶。哦，像我用毛孔用。我一直把你当污泥，唔系，污泥对不对？莲藕啊，莲藕。哦，做吧阿妹，你做得安做啊？你还没太平冻没做得，也系啊，强硬下噶，变冻酱。7月啊6月到10月，6月到9月啦，6月到9月。莲子、莲藕、莲叶，哦，全部是的。哎，趁情永动哦，你讲出之于污泥而不染。不染，对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哦，你啊，你莲藕啊，冻好用，没冻香。莲藕是要煮过，你要怎样煮半点钟？哦，也系生诶，也生诶。哦，像我用毛孔用。你用莲藕啊，煮到好熟，做得熟啊，最少是要差不多50分钟，50分钟。哦，煮完久哦。很脆，很脆。你看，也生诶哦。哦，你去看看。啊，没。说过哈，哎，来说。冇哈，冇，帽子把戏偏来。哎，给送礼拜，啊没，养猪。你煮，好黏我看是呢。哎，你煮过诶，哦，好，哎你啊，其实冻豆料理啊，纯用莲藕来做，哦，纯用做诶台菜，哦，哎你啊，你来去煮也系脆半点钟，哦，料要脆过，因为啊，等下，哎要用煎也用脆啊。嘅時間，冇人到，哦，你冇嚟先脆過啊，你等下食咗啊，食唔得，響硬啦，哦，哎你啊，先落去處理一下，切一塊塊哈，叫乜嘅營養嘅加成呢？豐富的纖維質啊，還有我們人體必須要的一些。我們的可能維生素 A、B 啊都會有，哦，純情有，哦嚟聽妹妹，哦，哎你下飯燒未強用，飯燒要切一塊一塊，來脆，因為時間的關係啊，買嚟要脆好嘅。哦，切起嚟啊，嘿，哎你下脆好嘅，哎先嚟用嚟煮狗肉，拿嚟呀，拿起來，放嚟濾網，再水嚟鼻涕機。徒手啊，没，等下上演嘅嫌疑少林试一下。你冇練過嘅嗎？徒手。你下蓮藕吼，較早炒，較早蓮藕啊，少很多。你下蓮藕啊，下豆，你下蓮藕啊，順情做觀光下豆。乜嘅意思？觀光，觀光去較豆係冇？哎，較早順情起衝賣啊，也係超市養賣多。你下順情啊，當因周休二日是大年時因呢，啊，食片要去用下，最了㗎。哎，順啥賣下，前一包個美食安。没问题，又买嘅當到馬上就蓮藕粉，你講蓮藕嘅經濟價值啊，凍夠，
莲藕粉啦、莲叶啦，哦，荷叶啦，叫做荷葉。荷葉瞬間，做嘅中藥啊，哦，又係包雞咧，用皮，又係用脆，先做得，就應該很淺啊，唔記得。啊，我睇師傅面前有咁出書。來表下順條。餅呢？餅唔是麵粉哦。唔是啊，你下有咩講叫？會辣掉好。哦。然後瞬間要切油椒。啊，估計出係辣的哦。有一啲啲咧甜辣。應該水要拿加豆掉，啊，等下還有脆過。哦，跟牙絲來夾透來。葱呢，未加啲咧嗬。嗯。等下上蓋。點解嗬？哦，咦呀！好，來。哦，已經沒沖壞了哦，沖碎了哦。哎，人家嘴尾切，唔記得很切，哎，我沒有好好的利用，埋沒人才。我一直把你當污泥，唔係，哎，污泥對不對？蓮藕啊，蓮藕，哎，醬油、香油、蜜酒、香油。喲，想吃有冇可以呢？哎，胡椒粉嘛？哎，拍胡椒粉，蜜酒，拍胡椒粉，然後配你哦，配你。哎，調油，調油，干哪都想吃。嘿，甩一甩，啊對哦，我打上啊，卡卡嘅。你睇演得冇得動啊？哦，你睇先卡卡嘅哈。嗯。你講，你係人工順前食，你啊，哪有可能啊麻煩？你會做，你咪負責算錢的。哦，冇啦，正經，呢度幾得好。我意思哦，冇做員工才冇嚟上班啲嘛。上班下點菜啲嘛。今日我上咗身乜解嚟？你講嘅大機動計啥啊？全部黑。唉，啊未好嚟。啊點菜啲嘛，條解快做嘅。哦，你下嚟甩層出錢咧。出錢啦。誒，你一下，家下嘅用嘅飯燒啊，嚟。飯燒。當然啊，上中啦。一般是做得嚟。好，按手好嘞。你飯燒係台農66號，66號嘅，係黃番薯，係一順豐嚟吧？哦，一順豐呀。豐嘅係57。好，你要用啲啲便利粉，不給下 QQ 的。亂拍，哎，剩一半，增加它的濕度，還有會很嫩。誒，有餅嘅樣嘅嗬，唔過人煮光芒架哦。哎，好。中落唔係吧？哦，嚇？哦，係安尼哦。哎，我攞我紅，我攞我整幾袋餅嘅咧。冇，該調醋，好。誒唔是，就等下該切醬那個地步脆就做得咧。唔是呢哦。哎，用脆，我說啊，做吧阿妹，你做得安做啊？你還沒太平檔未做得，也係啊，強硬下噶，未當醬。一出聲係唔發面嘅冇？嘿，係唔發面咧？嘿，真緊啊！好，
来火芒的喎，哎，脆嘅。算功夫菜吼，功夫菜。好，一下來，OK，蓋一打開來，嚟，放落去，你一當夾吼，因為你一當撲啊，啊，不然就收尾啊，係，好，一下用蒜頭，好，一下做乜呢？打嘴鼓唔係吼，較快，唔係，好，你下來做嘅醬，哦，係醬哦，係。來，太美版吼，來起變順來。你粉，好，用到自來高湯，水，哎，自來水，調味哦，用啲嘅鹽。你要講我煮高湯的冇？用自然高湯我都水，搞得鹽我都鹽水。腐椒水，哦，腐椒鹽水。但是啊，當然不卡冇配湯啊，冇配湯，N 時就得啦，用到。好，嗰度用啲嘅片啲粉。好，呢啲咧水，我乾粉嘅，哎，乾一啲的啦，好，乾一啲的。亞叔叔，我終於幫忙了哈，還是你把它完成。哦，用啲咧香油，鹽腐椒粉香油。然後就亮芡，亮芡，沒亮芡哦，亮的芡哦，沒亮芡。哎，哦亂拍，咩？姑叔，而家假設天啲唔係真嘅味道嘅問題係冇？係，因為你脆口嘅時節啦，基本下燥，為它燥啦，用一點點亮芡啊淋上去。這種亮光漆的意思，聽啦，係冇？係啦，做菜啊也是要一門的學問的。好，做得嘞，你下兩片，我哋看一下。哦，不錯啊，你講，因為蓮藕啊，你冇來脆過啊，佢冇咁快熟啊，冇咁快熟。哇！哦，哦，係咯吼，先從一劍劍嘅來，畫龍點睛。細心哦，要先吸乾，對不對？過來。就這樣吼，來，這邊A呢，到大家吃飯的係地瓜蓮藕餅。上菜！地瓜蓮藕餅，番薯切一塊塊，蒸熟以後砍片綿綿。填蒸熟的蓮藕切一片片的，蔥的、辣椒的、蒜頭切幼幼的。填絞肉蒸好的番薯、蔥的、辣椒的、蒜頭、香油、米酒、拍胡椒粉、片栗粉亂拍，調油做成肉餅。填做好的肉餅用2片蓮藕夾蛋放落去蒸，再用水、鹽、拍胡椒粉、香油再填調粉的做成醬汁。
只要填真好的地瓜莲藕饼，摆盘以后，淋到的酱汁，安尼就做得豆双手喽。